来讲的主题是有心的人要伫有心的这个期间要做啥物运动，还是伊生了会用做啥物运动来帮助咱的身体。虽然即摆伫山顶的人，就是大家无一定是有心的人，毋过呢，因为讲我感觉这是一个较好的观念，所以其实你听了后，若身躯边有亲戚是朋友拄好是有心的人，会用分享即个主题啊。网络顶悬，因为社长会甲影片徛咧网络顶悬，所以你其实嘛会使分享咱即个影片，互因知影。安尼咱就请今仔日共款是请着咱吴宇游物理治疗师来甲咱讲即个主题。大家好，我是吴宇游，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即个主题，就是咱有生的期间的，甲咱产后会使做啥物运动。头先咧，阮就爱先讲直接讲重点啦，就是爱知影阮运动对有心人的好处有啥物。第一个就是咱有心人的其实会使去伫咱有心的时阵做运动啊，会使改善着咱的体力，因为有当时咱必须要有较好的体力，才会使有健康的迄个有心的生活嘛。还有一个是体重的控制，就是有诶常常人讲你有心会变较大颗嘛，所以你若运动嘛会使去控制咱的体重，莫互咱的体重安尼一直咧增加。佫会使去化解着咱可能较忧郁啊、较不安的等等的较歹的情绪。有诶人伫咧有心的期间啊，可能会心情较无好，所以嘛足建议讲咱人会使去做一寡运动，去互咱的心情佫较好咧。佫有咧，就是会使去减少咱较接疼，还是咱骨盘，就是咱骨盆的较疼的、痛疼的状况啦。因为常常有人讲，有心人，你若有经验，还是身躯边的人有心的人啊，因拢常常讲会腰酸啊，即种的问题嘛会使做一寡运动去做咧改善。佫有人讲，有研究讲。其实你若有新的期间有做运动会使减少着咱喺产定的时间啦。常常就是咱知影运动的好处了后咱常常会听到一个问题是讲，常常有人咧问讲，有心运动敢会安全？所以咧，因为头先咱有先讲运动的好处嘛，所以咱即摆应该要思考的问题，其实毋是讲你敢有心敢会使运动，应该是爱去思考的是讲，我若有心了后咧，要做啥物款的运动，对有心人本身还是对囡仔是较好的。所以咱即摆就爱知影的问题是，咱要安怎安全的做运动。所以咧，就学者有去整理着即几个条件啦，就是你运动前你爱做一寡安全性的评估。伫即个学者甲这整理做，你绝对袂使做运动，还是你咧做运动的时阵爱较注意咧，即两种状况。你绝对袂使运动的即个状况咧，就是你有一寡较严重的心脏病，还是有咱讲较限制性的肺部的病症，就是你咧喘气的时阵，你的肺部可能效率较无好，会影响到你正常的你咧呼吸咧喘气的功能安尼。佫有第三个就是子宫喙甲咱的有子宫颈闭锁不全的问题啦，这有较危险。还是讲你有早产的风险比如讲上生还是你腹肚内底有
3个啊，即种状况就有早产的风险，就是你尽量莫去做较剧烈的运动安尼。啊，第5个咧，就是你若伫咧有生期间啊，有就是你的阴道一直咧出血，即种嘛是较危险。还是你有可能有早产会迄掉头，就是可能敢若要洗床迄种爱较注意咧。所以即种诶，较无建议袂使去做运动安尼。啊，是你诶有先26礼拜了后诶，迄咱讲诶前置胎盘啊，还有你诶幽膜可能有破去，还是你有妊娠高血压，还是你有较严重诶贫血诶状况。啊，若爱较注意诶，就是咱可能有较无遐严重诶贫血，还是你有迄种心律不整，还是你较慢性诶，你诶右气管啊有迄发炎，还是你有迄种糖尿病控制较无好诶第1型诶糖尿病。第1型诶糖尿病咧，就是你是生出来就是有诶糖尿病。啊，较病理性诶大箍，甲你可能体重足轻诶，伤轻，你 BMI 比12搁较少诶即种状况。也是你诶原本就是无啥物咧运动，就是你可能规工就是倒咧迄种较严重诶迄种静态诶生活习惯啊。啊是你诶囡仔，你若囡仔伫你腹肚内底生长较无好、较无正常，这嘛是爱注意诶。也是你有高血啊、骨头问题啊、骨科限制诶病症，搁有可能有甲种线控制较无好，也是你有迄种较严重诶、足重诶、食粉食足重诶即种诶，就是肺部可能功能较有受到影响诶，即种嘛爱较注意咧。啊，因为咱常常咧讲啊，就是做较激烈诶运动啊，就是会感着敢迄电视咧播诶，可能会囡仔会流掉啊，是安怎即种问题。所以咱其实爱知影着定看着诶，可能咱较无稳定囡仔较会流掉即种状况诶，其实原因有足济，但是都甲运动无啥关系。比如讲，你诶重量，就是你诶受精卵，你原本咧着床诶位都毋对啊，就是咱讲诶华语讲诶子宫外孕啊，搁有你是头拄仔讲有双生啊，还是较济腹肚内底有较济囡仔即种状况，但是你本身就是你身体个较无啊好啦，就是靠咧食粉啉酒即种诶嘛是定看到诶原因。啊，搁一个上重要诶，就是你爱知影有当时仔囡仔就是无会流掉啊，是即种问题，其实就是你本身即个胎儿伫你腹肚内底就是状况较无啊好，就是自然诶，因为伊伫内底成长就无啊好，所以伊就会自然入去流掉安尼，这是正常诶。当有一定比例诶迄比率会产生着即个状况啦。所以咧，咱咧运动诶期间咧，其实爱注意诶问题是，甲咱一般人咧运动诶时阵共款啦，就是爱有水分啦，啊，你去避免着你体温搁较悬啊，啊是安怎爱特别就是强调即个伫咱有身诶时阵爱特别注意咧，因为咱有身人拢知影，你身体就是足侪问题会身体状况会去做改变啊，比如讲有诶人有身会定定感觉足热诶，啊体温较悬，所以即种状况就是你搁运动落去可能会体温会搁较悬，所以你着爱注意。啊，搁有是较会喙焦啦，所以你爱注意。搁有是会低血糖诶发生，就是咱会知影有当时仔运动啊，还是较低血糖诶时阵会头晕，所以你咧运动诶时阵咧，啊有些人是上惊跋倒嘛，所以你咧运动诶时阵咧，爱注意你莫去有迄种头晕诶状况发生。啊，搁爱去避免着你做一寡关节的过度的伸灸，就是一般有当时仔你咧做一寡
春秋的运动啊，就是你会去用迄个过度去做春秋啦，迄个就嘛有是寡会去跋倒的风险，也是爱去避免。过来咧，就是咱爱知影，就算你的身体原本是稳准，你会使去做运动，但是你若咧运动的时阵咧有出现遮的状况咧，就是爱随停止你的运动上好咧会使去请专业的人士去做斗相共，看你去判断即摆状况是安怎。比如讲，你的阴道有迄出血的状况，还是咱讲的水泡，就是羊水啊有流出来，还是你运动甲足喘的喘大气，敢若要喘袂过来，即种的，嘛是爱较注意，爱赶紧停止你的运动，去做后一步的处理安尼。搁有咧，就是你有可能你有头晕头痛胸坎会痛，即种嘛是爱注意。搁你的骹手可能感觉着较无力，会去影响到你的平衡还是骹肚足酸足痛的，即种嘛爱停止你的运动。还是你有规律性的，搁有迄痛的感觉伫巴肚一阵一阵咧痛，这嘛是爱注意。搁有咧，就是你延期时间的迄身躯的变化，咱爱先知影，就是咱有心了后上重要的，就是不止咱外观看起来改变足侪，其实你身躯家己咧感觉家己的身躯顶的迄重心嘛较无共款，因为咱看到足侪路顶，可能伫路顶咧行的。迄有心人可能巴肚足大所以伊可能伊的手就能放伫伊的骹只片，放伫伊的腰安尼，巴肚会摕出来的感觉，迄就是有一寡咱华语讲的骨盆前倾，搁有你骹只片的压力，伫腰部遐的压力会增加嘛，所以咱人你会看迄个人可能伊的手就放咧伊的腰遐，互摕咧安尼伊讲安尼较爽快。搁有你，因为你巴肚内底形容伫可能2-3个月以来，就增加着可能2-3公斤的重量啦。这其实对咱来讲是一个足大的变化，所以你的骹头的负担其实嘛会去增加。搁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喘气的模式可能会去改变，就是你去想咱咧喘气的时阵，咱咧舒气的时阵，咱的计机就是横膈膜会去较降落来，去降落来同时咧，咱咧巴肚内底有一个囡仔，所以伊加减会去影响到伊迄个空间嘛，所以你定定会，你的喘气会变做较切较短安尼，所以有的人会感觉到伊的胸坎定定安尼窒窒，会较喘安尼。搁有一个你关节可能会变较灵，因为咱有身的时阵因为巴肚会伫足短的时间以来就变足大，所以其实咱的关节骨头的空间会去爱变做空间爱变较大嘛，所以你骨头的咱的身躯的关节其实会变做较灵，互伊迄个空间会使叫伊退开安尼，所以你伫即个关节会变较灵的状况咧，所以你咧运动的时阵，就是爱去避免着较超级性的运动爱徛袂在的运动安尼。伫运动时咧，爱考虑的，就是我即日嘛有甲大家分享，就是即个咱人咧运动的时阵，爱注意啥物，考虑啥物原因，爱调整啥物要素啦。就是你咧运动的时阵，爱考虑到咱的频率、强度甲类型。运动的频率咧，就是咱爱去考虑的是，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是啥物？
譬如讲，你若是要维持你的健康啊，心脏肺部的功能会使控制，会使较好咧。安尼就是咱做的有氧的运动，就是华语的有氧运动啊。啊，这个你著频率就是逐礼拜可能4天到5天嘅这个频率。啊，内底你做即寡有氧的运动咧，就是比如讲你散步啊、行路速度较紧的，还是游泳啊，还是做一寡 yoga。还是第二个，你若目标是要控制你的体重咧，可能逐工逐礼拜5天以上，嘛是较中等的强度的运动为主啦。比如讲嘛是散步，啊做一寡较轻重量的训练。个咧，有的人若是要维持你的筋肉、气力啦、预防腰酸背痛的问题，你可能爱去做一寡重量的训练嘛。啊，即种重量训练，你逐个若有做过重量训练的人啊，拢应该会知影，你骹腿拢会较酸嘛。所以这咱若是建议要增加你的筋肉、气力啦，即种运动你一礼拜做2天到3天就好啊，中间有一寡互迄你的酸痛较恢复的即个时间。啊，比如讲就做咱讲的深躯啊，还是做一寡有你带去做一寡动作，爱去训练你骹腿的力。啊，第四个有的人运动是要放轻松啊，可以改善着困眠，即种就是逐工拢会使做。啊，做一寡呼吸的运动啊，还是叫关节春秋的运动啊，即种的就是逐工拢会使做。啊，伫咧考虑运动的频率时阵啊，其实搁一个最重要的，你爱考虑的就是你的想法啦，就是你的一个观念，就是咱咧目标毋是讲这4个目标你干若会使选一个，就是因为这逐个目标其实拢会使靠你比如讲咱讲的运动的课表啊去安排，就是你逐工拢会使运动，但是你可能逐工做的运动的目的无共款。比如讲，我今日就是练重量训练，啊，加一寡心肺的啊，较散步啊，即种心肺功能的运动。啊，明仔载咧，因为骹腿会酸嘛，所以你就干若做迄种散步啊，还是行路即种较轻松的运动就好啊。所以这是你会使靠你安排去做你的运动，所以毋是讲你干若有一个目标尔，你会使甲你的目标就是设定就好，啊，互你逐工的目标无共款安尼。啊，若运动的强度咧，就是爱去考虑着上重要，你本身的状况是安怎啦？譬如讲，有的人是较健康的，啊，有的人是本身就有咧运动，啊，有的人是足久无运动，还是有的人是体力较好，有的人是体力较普通的人，就是无共款，爱先去思考着你即种本身的状况是安怎。啊，你若是健康的人咧，你就会使做一寡较强度的运动。啊，若你是较足久无运动，你就做较低的运动。啊，即种运动的强度咧，之前嘛捌去甲大家介绍过，就是一般咱咧运动的时候，你会使做安尼拍断，因为运动会喘嘛，所以你咧行路，你若咧比如讲散步，你若迄个速度啦，你会有想讲你会使甲边仔的厝内底人做伙行，啊，恁阁会使讲话啊，会使开讲即种，就是即个强度就是会使的。啊，但是你若行会想要唱歌，唱袂出来，会喘甲唱歌唱袂出来，这就是这个强度，就是中强度的运动，安尼就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啊，佫会使用你若要较专业的，你就使用正常介绍过，就是咱资格的分数啦。你这资格的分数就6分至20分，即个去做你的判断。啊，因为6分到20分，就是你差不多6分，就是你休困的时阵咧，你的心脏的心跳的速度
伊就是差不多就是你6分差不多就是1分钟心脏跳60下安尼，就是差不多这个强度安尼。啊，你的强度咧，你有心的初期就是差不多前3个月，因为这个时间较无稳定，所以你自觉差不多11分到13分啦，这个强度就会使啦。啊，若会有心的咱较中期3个月以后啊，其实强度会使求较悬，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比较起来较稳定，迄个强度会使13分到15分。啊，若较后期咧，大人的状况较无共款，有的人可能腹肚会较大，啊，你会感觉重心足歹找的即种的，你会使做一个11分到15分，这个范围较大啦，就依照你的身体状况去做你的安排。啊，若运动的类型咧，其实我遮整理足侪种的嘛，啊，其实大家会使爱考虑的是，比如讲你厝的啊，还是你做工课的环境安怎，啊去做安排。比如讲你厝的可能附近啊有迄安全的空地啊，所以你会使伫遐行路，啊去还是伫遐小可做一寡骑铁马啊即种的，你若是安全，你感觉安全，啊，你的体型较好，其实拢是会使做的。啊，若有诶，比如讲你厝诶附近啊无迄种运动诶空间，你会使伫厝诶做啊。比如讲，你去传一台固定式诶脚踏车，啊，就伫厝诶搭安尼，也是会使，还是会使做一寡瑜伽，还是做一寡重量训练，拢是会使。所以你运动诶类型咧，我遮整理足侪种诶。啊，有个适合的族群啊，还是较建议的评论，其实大家拢会使做参考。上重要就是你爱即个运动，爱你有法度去做的，你莫讲你厝诶都无迄个脚踏车，啊，你安尼你都爱去想倒一种方式会使去做啦。所以就是照你诶环境诶条件啊去做安排安尼。啊，咱运动其实有一个，因为咱运动毋是干那，就是要有诶人讲无聊诶运动嘛，但是咱运动诶目的咧是爱达成咱身体会愈来愈健康嘛，所以咱强度其实嘛袂使拢一直保持共款，因为你身躯会进步嘛，所以你爱去做一寡会使，互你诶强度大大啊增加诶即个调整。啊，一般伫有新诶期间咧，阮建议是，你会使调整诶。第一个，你会爱先调整诶，是会使调整着你诶时间啦。比如讲，你可能2工运动一摆，啊一摆拢做15分钟，你会使豆豆啊为这15分钟增加到20分钟、30分钟即个改变去做改变，因为安尼较调整较袂遐济。啊，第二个咧，就是再去调整着咱频率，比如讲咱一礼拜做3工诶运动，咱增加到4工、5工安尼。啊，第三个就是再去增加着咱诶强度，因为伫时间甲频率有增加了后，其实咱诶耐力会较好吧，就是咱身体已经较好啊，所以佫去增加着一个强度，比如讲行路行较紧诶，还是爱去行有爬行诶路啊，还是去行有你若做重量训练，你会使佫去增加着咱诶重量。啊，头拄讲着重量训练啦，重量训练你诶原则就是你伫初期啊，比如讲你前礼拜就是差不多你开始做迄重量训练第一个月啊，你爱去考虑着你爱先去互你诶肌肉诶耐力较强，所以你原则是做较轻诶重量，做较济摆诶，比如讲即个重量你会使举12摆、13摆、14摆安尼，啊你起码才会无力安尼，即种安排。啊，第二个就是你较稳定了后咧，你会使甲重量增加，差不多你可能举8下啊，
爬的时阵，你就会感觉无力啦，是安尼。所以完整咧嘛是一概调整一个因素啦，比如讲你的重量增加，还是我做会做较侪届安尼。所以爱去避免着一届改变足侪，比如讲我增加重量，我要甲迄重量做甲共款的，比如讲我10公斤举12届啊，即摆我要变做12公斤，但是我共款第一届我要做即个较重的重量，我都共款要做12届安尼袂使，你会使你爱去调整着，你爱搁较降低你做的次数啦，安尼。你若是迄种无运动的习惯的人，嘛无要紧，你会使为一寡较简单的开始，比如讲咱核心的你嘛训练啊，还是你下半身的气力的稳定度的训练，还是做一寡较简单的伸球就好啊。伫咧咱运动的时阵，有些人的运动的时阵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啦，就是你爱互你的主脚的较稳定的练习，就是讲你去想看觅咧，咱腹肚内底有一个囡仔嘛，什么伊是伫咱腹肚内底啊，所以咱腹肚内底稳定，即个环境的稳定，爱是最重要的。即个空间呢，就是咱讲的下巴挂，就是腹腔的所在。下巴挂即个所在呢，伊的顶悬卡袂甲这塑胶杆仔共款的，悬着即个挂咧，就是咱的计肌，就是横膈啦。搁下骹就是咱的骨盆底肌，即个就是咱伫顶悬甲下面，互即个空间保持稳定的。所以咱咧训练就是训练即个重点，就是即两个肌群啊，若有是稳定的，安尼就是咱下巴挂的环境是较好的。所以咱就是爱做一寡运动，等下会介绍。咱呼吸啊，就是咱咧舒气、吐气的时阵，运动就是会使训练着咱的横膈嘛。所以咱要解释着咱全身的呼吸的，就是爱先检查着你舒气、吐气的时阵，即个模式敢有正常。咧评估咧，就是有3种动作，因为咱咧舒气咧吐气的时阵呢，其实咱的身躯是一个会变化的，是一个立体的动作，就是咱前后啊，搁咱正面倒面啊，搁有咱顶悬甲下面的，都是一个立体的，所以咱评估嘛有3个方向的动作爱评估。第一个就是你会使甲你的手放伫你的胸坎仔，搁有差不多倒在以上这个位，去观察着你咧舒气的时阵，你是腹肚才先起来，还是胸坎仔才先起来？一般若是腹肚先起来咧，就是你咧舒气的时阵，无是你的效率较好啦，因为你的计肌有较做一寡较完整的动作。第二个咧，就是你会使甲你的手放伫你的腰的两边，去观察着你两边咧伸球高有是正常高是两边是共款，还是一边较济一边较少安尼。第三个就是甲你的手放伫你的骹脚边甲头前，去观察着你是不是有正常的你的空间是不是有正常去下开安尼。过来咧，咱横膈啊，就是咱的甲咱骨盆底肌的所在，要安怎训练呢？较简单的，就是摕一粒大粒的，即种咱讲的，做瑜伽的时阵用的即种球啦，软个大粒的球，你要坐去个顶悬，因为伊这球会热嘛，所以你其实嘛是就靠你身躯本身伫咧咱骨盘遮较下半身尻川头遮一寡肌肉去做稳定。你会使去透过伊甲这球安尼，愈位头前愈位后壁安尼，搁有会使设一个鱼孔安尼去做你的训练，安尼就是足简单，搁会使训练着咱身躯内底较深的迄肌肉安尼。
搁另外一个是深躯啦，因为深躯就是咱去想，咱咧做这个运动的时阵，躯累的时阵，其实咱骨盘就是搁咱咧坐骨遮。你去想哦，你躯累的时阵，其实躯甲遮低的时阵，伊会拍开，伊这下骹的这个空间会拍开。啊，这是毋是甲咱咧生囡仔的时阵共款？因为囡仔要出来嘛，这个下骹这个空间嘛是爱拍开啊，所以这个动作咧，就是会使互咱身躯去适应着这个，咱骨盘这下骹遮拍开的这个动作，会使，所以这直接会使去想讲，所以这咱对咱咧生产的时阵是足有帮助的动作。啊，这个动作毋若是你这下骹这坐骨遮，你看遮会拍开嘛，啊，佫一个是练你骹腿的力，会使保持着咱平衡，所以深躯的是一个对有心人来讲足好的运动。啊，佫有一个是你会使做一寡训练你平衡，啊，这个动作就是会使做，因为安尼你看伊是一骹跪咧，一骹徛咧，这比较开，你若平衡较无好咧，你若跋倒手，嘛会使直接摕咧涂骹，啊，袂讲像咱徛咧时阵做一寡平衡训练，啊，若跋倒就是为徛咧时阵跋倒较危险，即种诶就是足安全诶训练方式。就是你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咧，你会使做一寡，比如讲手举悬啊，还是手正平倒平海啊，这种动作会使训练着你的平衡，啊，佫是安全的。啊，佫一个运动诶，嘛使分享给互大家啦，就是有诶人是有身诶时阵啊，较水肿啦。啊，你若是较一般较生理性诶，就是正常诶状况，敢若较小腿遮会肿啊，骹盘会小可肿肿啊，即种拢会使做一寡，即咱讲诶迄碰扑仔诶运动，就是用你诶骹盘啊去做一寡，就是高开佮踏落，高开佮踏落，即个动作啊，互你骹腿、小腿遮诶迄骹倒诶。伊嘛去做一寡若碰扑仔，然后甲遮积咧水，甲重新去互伊去身躯做循环安尼。啊，有诶人会救筋啊，啊救筋你若是会使做一个运动，就是你也感觉，因为救筋诶原因是骹腿可能地阶质无平衡嘛，还是你血路会循环较歹，还是讲你重量啊，你诶骹定定足酸诶，迄种较会救筋，所以你会使做一寡。坐咧时阵，摕一条较长诶面巾去做一个，甲你骹磨啊，给你揪开，啊去甲这骹倒诶筋嘛去甲揪好长，互伊去做一寡伸球安尼。啊，产后诶运动咧，就是爱知影诶，就是你看这个图，就是咱比如讲生诶时，有囡仔诶时阵，这巴肚嘛会摕出来啦。啊，咱咧抱囡仔其实嘛会变做即个动作，啊，即个动作就是你腰部诶压力会增加足侪，所以就是咱产后咧，就是爱互咱诶动作是即个较平衡诶，啊，互你诶重心是放伫你诶骹啊安尼正中安尼较好，较袂去有迄腰酸诶问题。所以第一步咧，咱生产了后咧，第一个爱做诶运动，就是产后会使开始做诶，就是咱喘气诶运动啦。啊，佫有一寡膝骹仔诶运动，头部啊，颔管仔诶运动，甲腿部尻川头诶运动，这等小可介绍者。啊，这咱后气舒气诶运动啊，就是因为巴肚头拄仔咪讲巴肚会迄你舒气诶时阵，有囡仔伫巴肚内底会去影响着嘛。啊，但是伫囡仔生出来了后，有当时啊，咱身躯无适应较紧，可能嘛是会照迄种较早诶舒气诶模式去做，所以咱会使去改正即个模式。咱就是咱诶目的，你会使徛咧壁啊，甲你诶手放咧壁咧遮，啊去观察着你咧舒气诶时阵，巴肚敢有正常诶浮开，啊若无浮开咧，就是你爱去重新去叫你甲
家己讲，你会输开爱输较深咧，即种。啊，第二你倒咧嘛会使做，嘛是共款去输开输到你诶腹肚内底。啊，若胸坎仔运动甲头部诶运动咧，第一个头部甲颔骨诶运动是咱倒咧时阵啊，甲你诶下骸去碰着你诶胸坎仔即个运动安尼。因为即个运动咧，虽然讲敢若咱诶颔骨仔甲头有震动，但是要做即个动作诶时阵咧，因为有当时咱较早有做迄种仰卧起坐啦，即种经验嘛，伊其实就是你身躯头前遮诶肌群拢爱出来去保持你诶稳定，但是所以你咧做即个动作诶时阵咧，其实你诶身躯，无论是你诶腹肚啊，还是你骹腿拢个，伊拢爱小可出来去做稳定，所以其实咱是为头开始啊去重新去甲咱腹肚头前遮诶肌群啊，拢互伊去做一个甲叫醒诶即个动作安尼。啊，胸坎要运动，就是你倒咧时阵啊去做，就是手放两边啊去做一个拿拍泡仔即个动作啊，互你手双手合开安尼，啊，互你胸坎仔诶筋肉会使做一寡活动。啊，腿部甲尻川头诶运动咧，即个尻川头诶运动其实，因为你咧做即个动作诶时阵，你诶尻川来讲会较暗嘛，啊你就是这就是一个会使去互咱骨盆底肌遮会使出来的运动，所以这个运动是足好诶。就是你倒咧时阵，甲你诶尻川甲夹好悬，啊甲铺开安尼夹好悬，啊互你尻川头遮会使出来，这是一个足好诶运动。佫一个是，你会使甲你骹腿伸落地啊夹悬放大，这是训练你腹肚诶力一个足好诶动作。啊，有诶人会较烦恼诶是，你爱去恢复着你诶身材，有人讲我有生了后咧，会较大箍啊，较瘦袂落来，但是即个所以咧，即摆就是爱知影讲，你爱去增加你规身躯诶你筋肉诶量啦，因为你要瘦落来，你诶筋肉的量就爱较济咧啊，安尼你基础诶代谢会较好，会使着咱身躯诶能量咧使用诶时阵会较好。是，你会使想讲，你筋肉若较济啊，就是你坐咧时阵，你身躯咧烧诶能量就较济嘛，就是袂讲一直伊要积伫你诶身躯内底，啊愈来愈大块安尼。所以你要恢复着你诶身材，第一个你爱想着讲，你爱增加你规身躯筋肉诶量，啊，搁爱维持你关节诶健康嘛，就是你。去使用着正确诶筋肉，安尼你才会使恢复着筋肉较理想诶筋肉诶量。啊，过来是爱去利用你诶髋关节啦，就是一般咱咧按腰咧搬物件诶时阵啊，伊有诶人用腰诶力，这是上毋好诶。啊，有诶人是讲爱用骹头诶力，这嘛诚好。但是佫有一个咱常常袂记，就是咱尻川头这个遮诶力。因为咱按腰诶时阵，要身躯要举开诶时阵，就是咱尻川头咧出来，所以爱尻川头诶力其实伊诶筋脉力是足大诶，所以你爱去知影要安怎使用。啊，但是因为这线顶诶课啦，所以无法度去做一寡动作你看，就是爱大家爱会记你尻川头诶力，其实尻川诶筋脉是足重要诶。啊，我就是今日诶课啊，就是因为线顶嘛，无法度讲足济动作要安怎做，但是咧做运动诶时阵呢，就是四个重点啦。你爱先了解家己诶状况是安怎，你即摆是你诶身体啊，是你有咧运动诶习惯还是无？啊，知影家己诶状况了后咧，去设定你诶目标，啊，设定目标了后咧，去做安排，去行动，去真正诶去做，开始做。啊，过来咧，就是就算讲你做好啊，做毋好，还是你有照迄计划，还是无照迄计划，你通知影，你至少拢有去想，啊，知影要做运动，安尼爱互家己肯定，安尼这是我感觉上重要诶啦。
所以我分享就到这，啊你就是分享就到这，嘿啊。好，安尼，咱今仔的课就到这，因为时间较赶紧，所以就无开放问题啊。接落来，因为过来的课程，阮会想讲无限定是讲运动，也是讲较医学的物件，可能嘛会对生活中一寡较活泼的主题来甲大家做分享，大家若有闲则过来听。多谢大家，咱后盖再会。拜拜。